真係唔講你哋唔知道啊！珠海吉大325平奢華低調嘅山景大平層江山湖，專梯入戶啊！325平5房3個廁所，入戶玄關兵分兩路，廚房到客廳長度22米。我哋先嚟睇一睇呢個客廳啦，足足50個平方啊！呢個活動空間等於人哋一套樓咯，就算你親戚朋友嚟晒咧，都坐得舒舒服服嘅。客廳開間咧足足8米，呢啲先叫豪宅啊嘛！大廳過嚟仲有一個私人會客廳啊，平時喺度招呼朋友完全冇問題。餐廳過嚟咧就係我哋嘅 U 型廚房啦，空間感十足啊！煮9大簋都完全 OK 嘅，交流標準配合我哋廚房5件套啊！每日喺度煮飯咧都望住板長山山景，心情都靚啲啦。餐廳過嚟咧就係我哋休息區嘅空間啦，仲有3間房俾我哋嘅，每間房嘅空間咧實用率大概都20個平方，而且每間房嘅飄窗同位置咧都係贈送面積俾翻我哋嘅，每間房嘅通風採光都非常之正啊，仲望得到板長山山景。我建議咧呢間房就作為長輩房啦，因為佢係帶套廁嘅。你諗一諗啦。父母每日住喺呢間房度咧，起身都見得到板長山咁靚嘅山景，心情啊都靚好多啦。主人房真係低調又奢華，成間總統套房咁安排埋我哋嘅浴室，而且咧仲裝埋浴缸嘅。呢邊咧可以做成一個大型嘅衣帽間，同埋一間大型嘅書房，連通翻出一個大露台。住喺呢度啊，直頭奢華又低調啊！關鍵而家係現樓狀態啦，而且成間屋嘅裝修仲可以做高級私人定制喎，單價3萬蚊就可以入手珠海市中心嘅山景大平層，你值得擁有。